呢度係韶關，究竟點樣嘅政績先至可以經得起歷史嘅檢驗？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條路嘅故事，一條梅關道半部嶺南史。梅關道位於今日廣東省南雄市同江西省大余縣交界嘅梅嶺之上，係溝通長江水系同珠江水系，連接中原同嶺南最核心嘅咽喉要道。響唐代以前，呢度仲唔係坦途，而係人苦進極嘅天險，老百姓只可以咬住牙，用背脊孭住沉重嘅貨物，響陡峭嘅山路上艱難跋涉。直到唐代名相張九齡，佢帶住一份攻城不必在我嘅胸襟，硬係響重重阻力中劈開咗一條坦坦而荒五軌嘅康莊大道。呢條路嘅作通，徹底改寫咗嶺南嘅命運。響出行上，昔日行嶺需半月嘅險途，變成咗3日達中原嘅通渠。響商貿上，佢打通咗南北經濟大動脈，讓嶺南嘅蔗糖、香料、珍珠得以源源不斷咁運往中原。中原嘅絲綢、瓷器亦都好似潮水般湧入嶺南，造就咗商賈如雲、貨物如雨嘅繁華盛景。而喺文化交流上，佢更加似一條文化動脈，唔單止令中原嘅教化之風同儒家思想順利南下，更令無數文人墨客響呢度留下咗千古絕唱。順住呢條古道往前行，你仿佛仲可以聽到歷史嘅回音，比如嗰個寫下咗一風朝奏九重天，直貶潮州路8000嘅韓愈。佢雖然被貶到嶺南，但佢冇自怨自艾，而係將中原嘅教化之風好似種子咁播撒響呢片土地上。仲有嗰個歷經宦海沉浮嘅蘇東坡，佢亦都2次被貶途經梅關，卻留下咗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嘅曠達詩句。最令人動容嘅係，當佢終於獲赦北歸時，一位嶺上嘅老翁認出咗佢，佢感嘆道：今日北歸是天佑善人啊！蘇軾聽後欣然題詩答謝。無論係韓愈嘅教化，定係蘇軾嘅感恩，梅關道見證咗佢哋響逆境中嘅文人風骨同家國情懷。千百年嚟，古道上嘅鵝卵石已經被無數腳印打磨得光亮。而如今，我哋廣東廣播電視台通過創作咗一部名叫《梅關道》嘅微短劇，用一種非常巧妙嘅古今雙線敘事，讓當代青年幹部陳默同1000年前嘅張九齡展開咗一場跨越時空嘅對話。喺劇入邊，張九齡唔單止要攻克天險，仲要面對監察官極其嚴苛嘅審查。呢個其實就係話俾我哋聽一個最樸素嘅道理：監督即守護，民心先至係最大嘅政治。當我哋將目光從呢段歷史拉回現實，你會發現呢部劇嘅誕生地韶關正喺度上演一場精彩嘅產業蝶變。響廣東21個地市嘅版圖中，韶關正喺度錨定建設具有區域影響力嘅新韶關呢一個核心定位，全面融入大灣區嘅發展。數據係最有力嘅證明。過去5年，韶關經濟總量先後跨過1500億、1600億同埋1700億3個台階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穩居粵東西北前列。作為廣東嘅老牌工業之城，如今嘅韶關正喺度挺起高質量發展嘅鋼鐵脊梁。呢度唔單止擁有華南地區唯一嘅國家數據中心集群，更響2026年全面發力，將算力產業起步區響現有嘅6277畝嘅基礎上，再擴區1萬多畝，年底建成30萬標準機架承載能力，全力打造華南智算之城。同時，韶關依託豐富嘅礦產同生態資源，拉長有色金屬精深加工鏈條，其中精煙年產量約佔全國嘅50%，其森林覆蓋率高達74.59%，地表水省口以上斷面水質優良率達100%。從張九齡劈山開路造福萬民，到如今韶關以算力領跑，向陸而行推動高質量發展，歷史同現實響呢度完美交匯。我哋不妨行入梅關道嘅光影世界，去觸摸嗰段勾連起中原同嶺南嘅歷史脈搏，去感受呢座樞紐之城響新時代澎湃嘅發展動力，去尋找嗰份屬於我哋呢個時代經得起歲月檢驗嘅初心同答案。